现代台语版圣经以赛亚书第41章。上帝讲：众海士啊，着伫我的面前静静；众人民啊，着重新得到快乐，着互因进前来申诉，咱做伙徛进前来辩论。啥人对东方兴起一个胜利者，互伊必战必胜？啥人将万国交互伊，互伊吞踏诸王，互伊用刀甲因赶散，亲像地扫土粉；用箭甲因消灭，亲像大风吹走麦果。伊对赶因非常顺利，一句仔就入着因，紧甲那阵骹无踏着地。是啥人互即项代志发生？啥人对起初就决定历史的动向？就是我上主，上起头我就伫遐，一直到上落尾我嘛会伫遐。众海士有看到，真惊吓，地的极头嘛拢惊甲皮皮喘，因拢做一个自责活来。逐个人拢互相帮赞，彼此鼓励，讲着勇敢。目枪鼓励阮枪，制作偶像的师傅鼓励顶顶仔的目枪。因对拍铁的讲，拍了真好。顶顶仔个将偶像裁互稳固。毋过，你以色列，我的仆人，我所选立的雅各啊，你是我的朋友亚伯拉罕的后代。你是我对地的极头带来，对上远的角落调来。我有对你讲，你是我的仆人，我有拣选你，袂弃杀你。毋免惊，我不时甲你同在。毋免惊，我是你的上帝。我要互你坚强，要帮助你。我要用胜利的正手保护你。看咧，所有对你发大受气的人会漏气见笑，甲你相争的人拢会无去灭亡。对抗你的，你要找因嘛找无；挑战你的，因拢会消灭。因为我上主，你的上帝扶持你的正手，毋免惊，我要帮助你。讲即句话的是我。你即个哪通的以色列啊，毋免惊，上主讲，我要帮助你。你的救赎主是以色列神圣的上帝。你看，我要互你做小五国的器具，是新过来有气的器具。你要甲大山踏甲碎碎，互小山变做若粗糠。你要甲因拔，互风吹散，狂风甲因扫走。总是恁会因为上主来欢喜，会用以色列神圣的上帝做夸耀。散赤困苦的人找水，找拢无，因的若有干喙舌刮。迄时，我上主会听因的祈祷。我以色列的上帝绝对袂放杀因。我要伫臭焦的山顶开江河，互山谷冲出水泉。我要互沙漠变做水池，互干燥的地变做泉源。我要伫旷野种片香树、金合欢树、中青树、橄榄树。嘛要伫荒埔栽种松树、杉树、黄杨树，互伊变做树林。安尼，人民看到就会明白，
这是我上主的作为，因为体会为了解，这是我以色列神圣的上帝创造的。上主对偶像讲，摕出恁的申诉。以色列的君王讲，摆咧恁有力的证据。着对阮讲得要发生的事，甲阮说明以前发生的代志，互阮通斟酌想预测得要来的事，知代志的结局，着互阮知将来要发生的代志，阮才通知恁是神明，着使福气也是降灾祸，通互阮行为恐慌。恁甲恁做的一切拢无算啥物，选择恁的实在通厌恶。我已经对北方兴起一个人，伊对东边来要求叫我的名，伊吞踏掌权者，亲像得踏土糜，亲像消费师傅得踏黏土。啥人伫起头就宣布即个代志，互阮知。伫起头就讲明，互阮通讲，伊无毋对。其实无人宣布，无人说明，嘛无人听到恁的话。我大声对世安宣布，我派一个报好消息的使者去耶路撒冷。我伫众神明中间找无一个道士会当应答我的问题。所有的神明拢无路用，因的所做是空空，因的像不过是风。